你不怕吗？哼，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，向我炫耀武力，怎么？我该怕吗？难道你的生命就不宝贵吗？当然宝贵，只不过我们中国人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，那就是面对外敌，绝不低头。你的嘴皮子倒是挺厉害。我只是说了实话。我听我的夫君说，你也是一位刀枪剑戟无所不能，棍棒钩绳无所不精的一位武林超一流高手。言过其实了。那咱俩切磋切磋，不知白浪小姐意下如何？我小姐，使不得。怕了？不敢切磋也没关系。那你就得像拜见女皇一样，三叩九拜的来求我。这样的话，我可能会大发慈悲。向你三叩九拜？松本惠子，见过太阳打西边出来吗？啊？只要你不怕丢人现眼，奉陪到底。刀剑无情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那好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必须三叩九拜。废话真多。要是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我也三叩九拜。用不着。你只要跪下，磕一个头就好了。一言为定。你们日本人一向言而无信，我希望你是个例外。我以一个帝国军人和天皇的名誉起誓。哟，天皇都搬出来了。我先让你3招。来吧。什么？惠子要跟白浪比武？机关长，他们已经在院子里面拉开了架势。中国人一向讲究先礼后兵，我3招让过了，对你，我不会再客气了。
3盘2胜，现在还没有分出胜负。好，那我就赔你3盘2胜。还要不要5局3胜啊？松本惠子，中国功夫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堪称你们所谓武士道精神的鼻祖。在中国的土地上舞刀弄枪，称王称霸，你们这是自取其辱。记着，以后千万别在祖师爷面前丢人现眼了，真的太丢人了。给我把他拿下去！给我把他拿下去！哎！松本惠子，记着，你还欠我们中国人民一个跪。